一開始有咗阿 Mario 嗰陣時啦，咁我都有好似啲其他媽媽咁樣啦，做啲檢查啊、超聲波啊嗰啲咁樣嘅。生完佢之後，其實我自己嗰陣時咧都覺得佢啲手腳好似唔係好夠力嘅。不過我嗰陣時就未識去判斷啦。醫生檢查嗰陣時咧，同我講翻 Mario 個髖關節嗰度有啲發育不良，仲發現到啲手仔啊、腳仔啊啲肌肉比較冇乜張力，開始要做一串治療啦。咁就要帶啲支架去承托佢，等佢發育得好啲嘅。直到主診醫生咧就幫我寫咗轉介信去早期訓練中心度排隊咯，令到個服務會再全面啲咯個治療。Mario 咧由2歲幾開始咧入嚟我哋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接受訓練，當時咧佢行都行得唔係咁好，仲好容易跌親添。而面對最大嘅困難就係佢嘅軟組織會慢慢咁樣變硬，關節活動嘅幅度咧亦都會減少，尤其是喺腳腕嗰方面啊。加上佢有斜頸症，喺佢未夠3歲嘅時候咧就要接受手術。初初嚟到中心咧，其實我覺得好開心嘅，因為初初你完全唔知可以點樣幫佢啦，究竟要做啲咩訓練啊？入到去咁啊，後尾就會有社工啊，有治療師，有導師，有可能佢細仔缺乏咗啲咩喎，幫佢檢查完、評估完之後，我哋會再同佢加操下啦，亦都會同我講返到屋企要點樣去幫佢啦。咁啊有陣時唔識得用手去支撐，成個頭直仆嘅，咁我同物理治療師夾運啦。咁佢就會安排病人啊、支撐啊，咁樣去輔助佢保護自己。每一日我哋需要做好多嘅拉筋嘅活動，去保持咧身體肢體嘅柔軟度，減少組織咧緊縮嘅情況。有一次小組咧跑步嘅訓練啊，姑娘咧就同 Mario 講：你可以咧用慢跑去代替嘅。跟住 Mario 咧就喺姑娘面前咧跑咗一個圈添啊。Mario 成長都開始有進步咧，都會令到我嘅心情咧好咗好多嘅。喺 Mario 身上面咧，雖然我哋見到有一啲特殊需要同埋身體方面嘅一啲局限，但係我哋更加多見到嘅就係 Mario 身上面有無限嘅可能性。可能同隔離有少少比下佢，希望佢自己有信心啊，唔好自卑，會繼續進步。最重要係佢唔開心會識得翻嚟同我講啦。有特殊學習需要嘅兒童同埋家庭，唔單只需要專業嘅治療訓練。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深信要關顧每個家庭嘅獨特性，着眼兒童同家庭嘅需要，提升佢哋嘅能力感，鞏固家庭嘅親密度，締造生命嘅盼望，令每位幼兒同埋家人都唔受限於身心嘅障礙，擁有豐盛嘅人生。